今日我們要拆解的就是人稱詞後的李清照，他過手簡直是經典中的經典，聲聲慢。老實講，這首詞真的是將一個愁字玩到出神入化，淋漓盡致。冇錯，成日聽人講話呢，愁首呢是史上最 sad 嘅詞，但到底可以有幾 sad 先？嗱，跟住落嚟呢幾分鐘，大家不妨當自己上咗李清照身，一齊嚟體驗一下佢人生中最灰、最暗、最愁嘅一日，究竟係點樣過嘅。下一時係我哋入正題之前，又先了解下究竟此後李清照佢條命係有幾咁坎坷，先至可以寫得咁愁到入骨嘅詞呢？大家睇下佢懷念嘅人生劇本，根本就係地獄極難度。首先，國破，成個國家冇咗，要走難。跟住家亡，有一個千金小姐一夜之間變咗個四處漂泊嘅男人。但最慘嘅係夫婿，佢最心愛嘅老公竟然喺走難途中病死埋，剩得佢自己一個喪居，孤零零無依無靠。你試諗下，呢啲打擊一浪接一浪咁嚟，佢心點會唔愁到穿晒窿啊？好啦，講完背景，我哋就嚟睇下呢首詩最癲、最勁抽嘅開頭。短短4個字，點樣可以寫到嗰種空虛感，係可以穿透紙壁，即插你堪乾呢？尋尋覓覓，冷冷清清，淒淒慘慘戚戚。哇！你聽啊，單單係讀出嚟已經覺得好威啊！呢7咗啲字絕對冇係亂咁擺上去噶。佢其實係一個計得好精準嘅情緒三部曲，一開波就將你成個人扯咗入去佢嗰個愁到爆嘅世界裏邊。呢度就係佢情緒層層遞進嘅關鍵。第一步，尋尋覓覓，係講緊嗰個動作。你想象下，佢瞓醒之後，成個失魂魚咁喺鏡嗰度動嚟動去，好似想揾啲嘢，但又唔知自己想揾咩，嗰種茫然失落嘅感覺。第二步，冷冷清清，就係佢望遠四周圍之後嘅感受，間屋空空如也，又靜又動。最後呢份冰冷嘅感覺由外到內直插心臟，嚟到第三步，凄凄慘慘戚戚，成個人就完全沉着落去，俾湖邊烏字嘅悲傷徹底淹沒。所以你睇，由一開始旋旋滅滅嗰種淡淡嘅失落，到環顧四周冷冷清清嘅凄涼，再到最後直達內心凄凄慘慘戚戚嘅劇痛，啲情緒係由外到內，由弱到強，一層一層咁下落嚟，真係好犀利啦！咁心情叫差到咁，可以點算？佢咪試下飲翻2杯咯，睇下可唔可以治酒消愁。點知佢話3杯2盞淡酒，飲個手少，點頂得住航運嗰陣又大又急嘅秋風啊！呢度嘅風又點止喺天氣凍咁簡單，更加係佢內心嗰股擋都擋唔住嘅愁緒。所以話飲酒根本冇用。飲完仲愁。然後呢，喺上半部分嘅結尾有個非常重要嘅角色出場啦，就係呢位舊朋友一下就將佢嘅愁緒推上咗另一個高峰。佢一抬出頭，見到天空有一排大雁飛過。點解會傷心呢？因為大雁係候鳥，係由北方飛過嚟南方過冬噶。李清照佢自己本身都係北方人嘅。但而家因為打仗流落到南方，所以佢一見到呢啲由家鄉飛嚟嘅大雁，即刻就諗起故鄉，諗起國破家亡嘅慘事。佢就好似同啲雁講：喂，我認得你哋啊！我哋以前喺北方見過面噶。呢種他鄉遇故知嘅感覺，真係特別傷感啊！就喺呢度，李清照用咗一個好精妙嘅寫法，就係仰視同俯視嘅對比。首先佢抬頭仰視，望住由北方飛嚟嘅大雁，呢啲舊相識嘅勾起嘅係對故國嘅思念，係一種好宏大嘅悲傷。跟住佢視線一轉，俯視地面，見到滿地枯萎嘅菊花，就好似睇到年華老去、孤苦無依嘅自己。一個係對國家嘅愁，一個係對自身嘅愁，由大到細，將佢嘅悲傷寫得好立體、好全面。OK，嚟到下半 part，個天色開始暗落嚟，氣氛亦都係越嚟越壓制。呢一個時候，李清照要面對嘅簡直係一個黃昏絕望套餐。
就好似成個世界都加埋要同佢作對一樣。佢垂低頭望住個花園，漫地都係凋謝咗嘅菊花，有殘有黃。唉，呢啲殘花咪就好似經歷咗風霜、青春不在嘅自己一樣咯。所以佢忍唔住問一句：如今有誰堪摘？而家咁嘅樣，仲有邊個會愛惜我、採摘我呢？呢句反問真係充滿咗自憐嘅感覺。你以為睇到嘅嘢咁慘，感覺到嘅秋風又咁凍，已經夠折磨啦，未夠啊！跟住落去，連佢對耳仔都冇嘅口承，蠶穗又用聲音嚟攻擊佢。佢聽到啊，啲雨粉啊打喺窗出邊嘅梧桐葉上面，一直落到降溫，淅淅瀝瀝，點點滴滴，冇停過。你想象下嗰種聲音啊，嗒嗒嗒，好似一啲一啲咁啊，直接敲喺佢嘅心上面，令到嗰份蠶樹更加趕都趕唔走啊！其實喺呢種極度孤獨同悲傷嘅狀態之下，最令人難以忍受嘅，往往就係時間本身。呢句守住窗兒獨知今生嘅係寫得非常口語化，個畫面即刻出晒嚟。佢一個人呆坐喺窗邊，個心喺度諗：唉，究竟幾時先天黑㗎？佢唔係怕黑，而係覺得日頭真係太長太難捱，唔知自己一個點樣可以頂到天黑。好啦，經歷咗由粗咗到黃昏，由視覺出絕到停腳嘅連環打擊之後，所有嘅情緒終於喺結尾濃縮成一句流傳千古、石破天驚嘅感嘆：這次的真呢個草字了得。佢用一個好有力嘅反問嚟收尾，意思係話：唉，而家呢種情況，我內心嘅感受又點可能用一個簡單單單嘅草字就講得晒、形容得晒啊？所以我哋總結一齊，李清照呢個草字到底係啲咩呢？佢其實係亡國嘅痛、走難嘅苦、冇咗老公嘅悲、青春不再嘅感慨，仲有孤零零無人有理嘅絕望，係將所有人生最慘嘅嘢全部交埋一齊，先至係佢嗰個一個草字點講得晒嘅愁啊！講到呢度呢，今次嘅猜字都差唔多，最後留翻條問題俾大家思考一下：如果換轉係你，當你遇到人生最大嘅難關時，你又會點樣去形容你心入面嗰份最深、最複雜嘅愁呢？